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城楼上的陌生女子，冥冥中像是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看不清楚她，她却似乎看见了我，甚至是一种要将我穿透的眼神。知识区以去说九国闻名的 UP 主今朝残阳已经神秘消失4个多月了。关于他的去向，催更的粉丝们众说纷纭。可今朝残阳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杳无音信。哎，记得一键3连加入收藏，再听我慢慢分析。这一切还要从4个月前他与公司主编在南盛一世新书交流会上大吵一架说起。好了，林主编。我不指望你有多在意《南盛一世》这本书，但我能不能请你，起码把陆渊的名字打对了，渊飞丽天的渊啊，工作失误，工作失误啊！我们的实习生有一点小失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就一个错别字吗？我还有多大点事儿？老这么重。林主编，我觉得未来的方向，我们还是要再好好聊一聊。回头再聊，回头再聊啊！我先撤了，我还有事。走了，小雪。再见，林主编。沈先生真的只是因为错别字吗？或许您也认为陆渊可能根本就不是祸国乱政的妖后吧？老人家，我向来只就事论事，写对人的名字是最基本的尊重。但更多证据表明，陆皇后谋害贤相，架空皇权，生活奢靡，贮空国库。纵观她这一生所为，确实担得起妖后这个称呼。那或许是人们想听的称呼啊。沈先生，当真如此笃定吗？我向来只关注字里行间的真相，不谈感受。听说这古书可灵了，尤其是医院，哪怕此生不能修成正果，来世也定能再去前缘。我们怎么就修不成正果？挂牌许愿啊，是九国时期流传的习俗。来，小美女，许个愿吧，5元一次。沈先生，您也要许愿吗？不用了，我从来不信这些。老人家，这碎玉您是从哪儿淘到的？沈先生，感兴趣？这万事万物总是有因才有果。我在见到这块玉佩之前，又怎么可能先梦到它呢？啊，林主编，今天可能是我有点过了。没事儿，南盛一世让你好好写就行了。什么？刚刚有家影视公司联系我，说要买南盛一世的影视改编权，觉得里面的妖后陆渊、
贤相李优，还有杀神陆石，人设都很棒，很适合拍成电视剧啊。就是要求你写个3部曲一起拍。林主编，我跟你说过了，南盛史料就那么点儿，出土的起居注也就那几页残片，我真写不出来了。写不出来你就杜撰嘛，咱写的又不是教科书，只要人设写得好，谁关注是不是事实啊？杜撰？无从考证的东西怎么不能杜撰啊？你别忘了当初合同怎么写的，到时候违约稿费1分拿不到，你还得赔违约金。那赔了，反正我又不缺这点钱。沈不言，反正今天我话撂这儿了，南盛1是2我一定要出，你不写我就找写手杜撰，你再犯轴，我就把你 B 站号一起回这公司了。我又做梦了。是不是？大圣虎豹营，快抓住他！什么情况？让他跑了！虎豹营是杀神陆石缔造的南圣汉军，以虎豹师覆面，迅捷如豹，凶猛如虎。往那边跑了！快点，这边！抓住他！别了，让他跑了！这里是大圣皇宫的御书房。哎，起居注，有了全本的起居注，南圣1、12不就有着落了？起居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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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居注。你是谁？公子别怕，是我，以华。以华？小姐说，如果你来了，一定会第一时间找来这儿的。我是来接你的。小姐？谁是小姐？我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见小姐，她等你很久了。那书，小姐说了，公子迫切之事，起居注无解，她有解。我们走吧。以华姑娘，请节哀。想必故去之人也不希望看到姑娘为他伤心一辈子。你怎会知道？南圣多痴人，会为故去的爱人缟素情瞻10余。原来如此，愿公子也莫负痴人。
我等你很久。我们认识吗？现在不认识，以后就认识。你干什么？是你们要干什么？妖后陆渊，你怎指使我？你的人带我从御书房过来，一路无人阻拦，看得出来他主子地位不低。听说元启皇帝独宠一人，为他断绝6宫。看你穿着不凡，能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儿，想必一定是妖后陆渊了。别过来！退下吧，易欢。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，我要离开这儿。你见我的第一面，就要杀我。你要干嘛？我若是真的想要害你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，不是吗？专横跋扈，果然是妖后。易华，什么时辰？戌时了。沈公子，你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惑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。你陪我做3件事，我如实回答你3个问题。让陆渊回答我问题，南圣112不就有着落了吗？沈公子放心，这3件事呢，既不违背道理，也定是你能做到的。我有的选吗？有啊，如若沈公子不愿意的话，我的意思是我多做几件，你多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就3件，就3问。行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沈啊？这妖后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要我做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换衣服！哇，古代居然也有这么逼真的假发技术！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。我一个大男人还不会自己换衣服呢，这妖后真是奇奇怪怪的。哎，她怎么会知道我的身高尺寸呢？母后，这莫非就是陆渊的养子，未来一统9国的圣武帝楚同长吗？哎，对了，怎么没看到元启皇帝啊？大圣乘风图，丞相还是心软了，饶了这皇帝一命。有了这乘风图，大圣已是北烈的囊中之物。有了这乘风图做见面大礼，北烈一定不会亏待丞相的。上巳之夜游人众多，正是我们出城的大好时机。今日是上巳节，母后给你准备了礼物，是外邦进贡的金丝软甲，记得回去好好试一试。看他们关系挺好的，为什么楚同长长大成人之后竟会推翻陆渊呢？果然是这妖后太过离谱，连他养大的孩子都不认得了。换完衣服就出来吧。切，你叫我出来我就出来啊！
赶紧问那三问要紧啊！衣领歪了。哦，还要我做什么？一并说了吧。过来吃饭吧。这是第2件事。皇后娘娘，我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，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。放心吧，没毒。行吧，你的任务简单，我的问题可不会少啊。自然。这么多菜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春3月，上巳日，都是一些时令的家常菜。家常菜，这是什么呀？荠菜煮鸡蛋，3月收获荠菜，荠菜能去春温。好像是见书里写过这个习俗。见过不行，你得吃过。来。如何？这宫里的厨子手艺就是不一样啊。那是自然。皇后娘娘，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我只是为了研究啊。怎么，一顿饭就把你给收买了？不觉得我是妖后了？小姐，还有1个时辰了。今日上巳，游人众多，传令下去，全城宵禁。宵禁？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公子，可愿意与本宫同游？第3件事。此面具，若有外人在，断不可摘。报，赵统领，丞相大人，不好了！说，皇后下令全城宵禁，现在城里空空如也，我们怕是无处藏身。宵禁，我们兵分4路出城救市。此事正在待命，要不要我们干脆除掉这个陆皇后？她现在在哪儿？戏面上尤上司。阿娘，我想出去玩。快回来，刁民了你！皇后娘娘好大排场，为了一己私欲，全城宵禁。上巳之夜，这么宽的街道，只有你我2人，岂不是很好？那你考虑过百姓的感受吗？这江都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江都。那今夜你就把我当做一个寻常的百姓，可好？我呢，下辈子希望做一个寻常的百姓，看遍人间烟火，做一个逍遥自在的人，再也不要当什么皇后娘娘了。为什么？你可想好了？这是你的第1问。我可以问那3问了？可以。那还是刚才的问题，为什么？人世间有诸多的遗憾，但你却不得不顺从自己的命运。什么遗憾？我的遗憾是没有跟一个人好好一起过上4节。
那个人是谁啊？这是第3问，第3问。下次你就知道了。你这人怎么说好回答问题的，怎么还反悔呢？我是妖后，专横跋扈，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刚刚对你有点好印象，心里还夸你2句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经夸呀？要我说呀，你这妖后之名绝非空穴来风。你干什么啊？这是圣国上4节的习俗，柳枝沾露，伏羲去灾。我从来不过节日的，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会有意义的。仪式都完成了。你看我陪你走了这一遭，又伏羲去灾的，算好好过上4节了吧？算。那我这个替身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你看嘛，我问你问题你就含糊不清的，我只能自己去找答案了。去吧。我真走了。嗯。我走了可不回来了。我知道。小姐，还是3刻已至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走。我这想什么呢？给我做顿饭，陪我逛个街，他就不是妖后了？我得客观。客观。3月3，难道是元启15年3月3日？元启之变，妖后陆渊要在今晚围猎贤相李庸。报，李庸已兵分4路奔逃出城。兵分4路，这厮还真是狡猾。娘娘，咱们追哪路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救救这位贤相。他要出城的话，北门直通北猎，可虎豹营的守军也多，李庸断不能冒险。西门，哎呀，西门需要借道速敌西戎，南门山路巨多，事倍功半。东门，娘娘，您确定吗？东门通的是水路啊。李庸擅长水利和航海，东门绝不会做。娘娘，这个哎呀，范老鳖，你就别废话了，听娘娘的。全体虎豹营将士听令，随我捉拿叛贼李庸。是。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是。李丞相，别杀我！开门。是。这是我认识的李庸吗？丞相，除了这外车，就会有人接应我们。丞相，
李庸，你投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还不伏法？陆渊，阿渊呐，有时候你的智慧和判断力真的超乎我的想象，但在九国大事上，你为什么就是看不清呢？如今北烈、西戎双双逼近，我们若不主动向一方求和，称臣附议，难道要等他们打到江都，直至灭了我大圣吗？于弱小之国，唯有依附才能生存。好一个唯有依附才能生存！你这是引狼入室，自取灭亡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北烈许了你什么好处吗？你刚刚说的那些话都只是借口罢了。陆渊围猎李庸，是因为李庸要投敌叛国。阿渊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当真要如此难堪吗？李庸，本宫的乳名你不配再叫。童长，李庸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母后，拿别人孩子当人质，算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义子的真实身份吗？你自以为有力量与我抗衡，以义子之名将他接进宫来，我听之任之，没有动他，不过是早就料到，若有一日你我这般对峙，他必定是你的死穴。李庸，都给我退后！这几人偷了大圣城防图，不能退。娘娘，怎么办？都给我退后！都退后吧。退后！怎么和我知道的历史不大一样啊？我怎么感觉反而陆渊要输了？不行！放开他！丞相，杀了这小子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不，等一下，大家别激动，容我说两句。什么人？李丞相，你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依附真能保生存吗？像北烈这样的虎狼之国，只会以小国来养自己的侵略之战，依附于他们，只怕是以肉似虎。一旦拿到降表和城防图，他们就会以代圣平乱的名义进入江都，到时候你还有什么用？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你兑现承诺呢？历史上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？胡说些什么？丞相，北烈对你可是一片真心，是真心的过河拆桥，兔死狗烹吧？胡言乱语！又是你！又是我。